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啡哥。2026年先啱啱開始，樂壇人氣歌手炎明熹已經迎嚟咗一個新嘅事業轉捩點。上個星期三喺黃埔舉行嘅新歌發佈會入面，佢正式宣布咗一個令粉絲為之一振嘅重磅消息，同時亦為大家帶嚟咗驚喜連連嘅演出。如果你想知道炎明熹呢一步轉變代表咩，以及佢喺新平台上會點樣發展，就一定要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。因為我哋會持續為你追蹤娛樂圈最新動向同埋藝人背後嘅故事。話說翻嚟，炎明熹呢位實力派歌手喺2026年就正式宣布加盟 Sony Music 大中華區。呢個決定究竟有幾重要呢？佢唔單止係簽約咗一間公司，而係成為咗中港台三地共同簽約嘅藝人。點解呢個咁重要？因為呢個身份代表緊佢嘅影響力已經跨越地域界限，而 Sony Music 嘅信任亦代表緊業界對佢潛力嘅肯定。講到呢度，佢更加成為咗蕭敬騰嘅師妹，呢個關係都係萬有躺頭嘅。發佈會嗰日，炎明熹一登場就用演繹黃婉之嘅經典歌曲《哥哥》嚟揭開序幕。之後，佢首次獻唱咗加盟新公司後嘅首支單曲《瘋女》，更加即場首播咗歌曲嘅 MV。現場歌迷嘅反應有幾熱烈呢？用一句說話嚟講，就係全場掌聲不絕。當炎明熹分享起拍攝 MV 嘅點滴時，佢笑言整個過程有如上山下海。講到呢度，啲人可能會好奇，究竟有幾誇張呢？佢唔僅僅挑戰咗吊威亞，仲需要下去水池進行拍攝。想象一下，咁樣嘅演出強度對一位歌手嚟講真係唔簡單。佢更加坦言，吊威亞之後感到腰同頸有虛脫嘅感覺。呢個時候，製作團隊展現出咗人性化嘅一面，將水池嘅水變成暖水。咁樣嘅貼心舉動，着實令人感受到業界嘅互相照顧。擔任發佈會主持嘅森美仲笑指佢好似拍咗一部武俠片咁。講到炎明熹一向嘅風格，佢可以講係個重粉高手。喺呢場發佈會度，佢又為現場樂迷送上咗驚喜。喺壓軸環節演繹咗另一首新歌嘅英文 demo， 呢個舉動進一步預告緊更多精彩音樂即將面世。當被問及以全新身份重新出發嘅心情，炎明熹展現出咗一份真摯。佢感性分享自己嘅感受，表示心情非常緊張同激動。佢用咗一個好貼切嘅比喻，話呢次重新開始係寫喺另一本旅行手冊度，亦因此希望大家能夠陪佢度過一個全新嘅篇章。佢仲鼓勵自己要踏入新階段，好好加油，好好擁抱同迎接新嘅自己。呢樣分享背後，其實反映出佢對呢個新平台嘅重視同期待。Sony Music 大中華區嘅 CEO 陳國威亦喺現場表達咗歡迎之意。佢唔單止讚賞炎明熹實力非凡，仲以一句幽默嘅說話去形容佢嘅重要性。佢講話除咗叫佢 Gigi 同炎明熹之外，佢仲會叫佢炎老闆，原因係佢嘅工作室正式跟 Sony Music 進行合作。呢句說話其實講緊一個相當重要嘅信息，就係炎明熹唔單止係一位旗下藝人，仲係以製作人身份參與其中。呢個雙重身份係蠻罕見嘅安排。從商業角度嚟睇，炎明熹呢一步舉動究竟代表咩呢？其一，佢嘅個人品牌已經成熟到足以建立自己嘅工作室；其二，主流唱片公司願意同時簽約佢同佢嘅工作室，呢個係對佢整個創意團隊嘅認可；其三，跨越中港台三地嘅簽約模式，反映出佢嘅市場價值已經唔限於單一地域。講到現場表演，炎明熹選擇用黃婉之嘅歌歌嚟開場，呢個選擇都係頗有心意。佢藉由演繹偶像嘅作品，一方面係向自己嘅音樂啟蒙致敬，另一方面亦展現出佢作為後輩藝人嘅謙虛同尊重。之後首唱《瘋女》，新歌主題關乎旅程同冒險，呢個視覺概念亦同 MV 嘅製作手法互相呼應，一切設定都指向同一個方向，就係重新開始，勇敢前行。到咗2026年，我哋見到越嚟越多藝人喺業界尋求新嘅可能性。炎明熹嘅加盟 Sony Music， 不僅係一樁簽約新聞，更係佢個人藝術道路上嘅一個重要里程碑。佢由過去到而家嘅轉變，正正反映出一個藝人喺追求藝術完整性同商業發展之間嘅平衡。呢一種平衡喺今日嘅娛樂圈度唔係人人都做到。如果各位觀眾對炎明熹嘅新動向有咩睇法，或者你最期待佢邊首新歌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。同埋，如果你對更多娛樂圈內部嘅深度分析有興趣，記住要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我哋會繼續為你挖掘更多娛樂新聞背後嘅故事。最後記得按讚同分享呢條片，等更多人都知道炎明熹呢一步嘅意義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